厝价悬，薪水低嘛影响到少年人结婚生囝意愿，也毋过少囝化是国安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来看三组的总统候选人，因伫这方面有啥政策？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资料，2023年前11个月，敢若12.4万个囡仔出世，有估今年的数字会阁创历来上低。但是会当安怎解决囝生少的问题呢？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拢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看法，其中大问题是讲，若选调要设立人口发展委员会来统筹对结婚到生囝和老人人口等等全面的政策。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牵涉甚广，这不是单一部会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行政院底下要设一个人口发展委员会，针对少子化、高龄化或者壮世代计划，要做一个统筹的处理。也若罗强调是要推动0至6岁国家斗阵市2.0方案，把0至3岁囡仔送托育的比率增加到36%，嘛要增加0至2岁托育费用补助等等，来改善学前的托育服务。我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上，扩大对社会的投资。第一个，我会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以及长照3.0，来减轻三明治家庭的负担。另外，校友期解决少囝化政策是要补助30至40岁女性冷冻卵子，含推动公立国小免费的课后照顾，5万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工作权。我会补助冻卵生育30到40岁，女性有2万元一次的冻卵补助，6到12岁国家来讲，所以我推动公立国小课后全面免费、人数倍增的课后照顾嘛。台湾自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驱动落来嘛，影响到各产业的人力和国家发展。但是囝生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加薪、厝价上悬、工课场对幼囝无友善等等。未来执政者恐惊就要全面性检讨这项解决。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